再来看国民党甲民众党提案，要废除监察院甲考试院，民进党是嘛有30个立委共同提案支持。监察院长陈菊今仔表示讲，民进党坚持三权分立的理想唔捌改变哦，只要立法院透过修宪的程序来废除监察院，伊会全力来支持。我们对三权分立的理想，从来没有改变，充满期待。只要立法院透过修宪的程序来废除监察院，我全力支持。对三权分立的理想无改变，监察院长陈菊出席2024妇女就业甲经济国际论坛，会前对最近几个南洋立委主张废除监察院，而且先冻结预算。有监察委员认为讲，冻结预算调查业务可能会动点。陈菊嘛认为讲，这违反大法官632条的解释。除非他们是宪法为无误，不尊重宪政程序，是不是扣钱？人民自由公正。民进党台中会等30个立委共同提出宪法征收条文修正草案，希望废除考试院甲监察院，嘛叫国民党唔通干那发好耍的尔。不过签名顶悬，煞无看到总召集人郭建明，也那民众党总召集人吴国昌是提出修宪废除监察院。12个南洋的立委嘛提出4大主张，包括废院无废权、先动则废、法官人事同意权。也有修宪案合并2026，或者是2028年的选举。我们是没有希望有这么大变动，而且在党内还在讨论的阶段。可是我们对于监察院现在的实质功能，是受到社会大众质疑，其实是希望可以让监察院的功能可以做移转。民进党内部出现无同款的声音，和南北两党的立委、拢支持立院立委发出废监察院，根本是化假。针对各种的声音，陈菊强调讲，只要立法院透过修宪程序，拢会全力支持甲尊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